客家话刚开始接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挑战的，但是刚开始真的让我不知道每天睡觉做噩梦。我觉得我做梦的时候客家话讲得很好，可一醒来到了现场，完蛋了，我变成嘴巴又变成不轮转没练凳这样。来等等，王不姐，等等一很远，来可受调。听过吗？现场都会改，有时候要不要改？所以客家话都会要不要改？现场才一点。这机会就顺利啊，冇问题啦，肯定可以啦，来个这条，好。所以我刚开始本来发誓说，不接我对我的语言不熟的戏这样。桥啊，态度啊，扎谈扎谈的啊，爱台同堂。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听了很多朋友讲，比如说凯勋啊、吴斌啊一些朋友讲，他们也刚开始也是很痛苦，其实跟我状况现在有点类似这样，所以我就想想，不能服输。还好，边闪边笑，没有丢阿爸。困难是困难的，但是我觉得，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让我再拍个3部4部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